二空眷村是一个台南悠久的历史眷村，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文化园区能够尽速的完成，也能够让老一辈跟我们2代、3代回味我们眷村的以前风光的时代。二空新村哈，它主要是空军的眷村。那呢，这个眷村是空军自己建设的一个眷村，所以我们希望保留原始眷村哈，空军眷村的那个味道。空军哈最原始的一个象征，就是因为它是空军，所以它的房子的油漆一定是蓝色的，天空的蓝色。为了让这些眷村的朋友们，大家能够重回这种眷村的文化记忆，所以这个地方也保留了很多的眷村聚落里面的这些巷弄。那虽然有一些围墙拆除，但是其实还有保有眷村的那种文化的纹理在。那另外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有18栋的老房子，那也做了局部的一个空间的解构，让未来的空间再利用上更好。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兼具眷村文化的保存，那在地居民的休闲，那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眷村文化的观光来做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仁德区二空新村原住户在民国98年至100年间陆续迁出，以清空的眷舍环境常年无人居住，管理不易。为了维护环境治安以及保存丰富的眷村文化轨迹，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编列经费规划设计，将二空新村重新打造成半户外休憩空间，修复既有眷舍，并置入新的机能，成为居民生活场域的一部分。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二空眷村修复以及文化园区的一个动土。那我们可以知道，二空园区这二空新村就跟我们台南市好几个眷村一样，是一个改建之后却是很多人情味浓浓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保留眷村文化，也希望眷村文化在台南的多元文化中间扮演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过去我们有水交社文化园区的这个设立，那我们现在二空文化园区将来一定能够把水交社文化园区中间好的保留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能够将来不仅在市民朋友们我们当地的市民以及来自外地甚至外县市的朋友们来到二空，就更了解到当年的文化，而且喜欢上眷村文化。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立委陈廷辉表示，伊家己甲陈怡贞议员推动北区地方创新计划，为无到有，自一开始协调铁路局土地，交由国有财产署管理。卫福部也联同补助3楼甲5楼大塑型长照计划，由社会局依据台南市长照政策调整上线计划。想袂到这几个月，因为土地问题，公文来去，公务人员各自为政，浪费真侪时间。为了缩短行政程序，立委陈廷辉邀集相关单位讨论，毋望卖阁卡关，会当早日启动这项计划。今仔日会约咱国发会佮甲咱的卫福部落，还到咱地方甲着咱的国产署以及咱地方政府去讨论咱这个创生整合型计划这是长照，这等于是我们长照2.0在台南非常大的一个案子，而且是创生型的，是上位，所以在第一时间是从无到有，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困难点，从土地要找寻土地，然后由台体
铁把土地释放出来，交由给国有财产署，就是要去做这个创生长照整合型计划。然后呢，再核定计划、核定预算。那因为是由国发会做一个上位，所以等于是有土地之后有经费才能够去做执行。但没有想到说，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好几个月，居然还是在卡在程序上的问题，然后公文来公文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遗憾。所以今天我才会这个立即邀请这个国发会跟卫福部跟我们地方政府还有国产署，大家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赶快让我们的创生型计划，尤其我们这个是结合成大医院的这个老人医院，那成大医院的老人医院已经在动工了，那我们在当时候其实是市区里面唯一一个创生型的计划，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动土的动作，所以我想我们会加紧脚步，然后希望大家这个公务人员不要再各自为政了。除此以外，针对长照创新整合性服务据点钟楼里信安社区活动中心长照据点，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计划，因为物价波动，还未了起价。因新厝赶在建造成本，陈廷辉甲陈义正同款趁着这次会议，向卫福部争取补充经费。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包括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还有这个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据点，都遇到了这个经费其实会有严重不足的问题那也刚好透过今天会议跟国发会跟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反应那他们也立即回应说，希望他们可以修正相关的计划，也会把这个经费来补充来减轻地方政府的这个压力也加速让整个计划可以完成。未来北区不仅有长照创新整合服务据点，阿嬷你看市集、信安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大河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正嘉里活动中心，还有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未来北区将会是上完整的长照示范区域。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正希望这个计划会当加速执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3天前对第一座大温特色公园启用以后，市府依照民意需求，总共要投入8.8亿来打造28座特色公园。其中委托林内就已经开发15座。议员林依莹伫总日巡肯定特色公园的建设，不过反映上济民怨就是热日头的设施不足，伫炎热的天气恐惊有热伤害。除了要求伫大树成长的过渡期也有配套，嘛希望类似环境当中的眼眶或是小桥公园，一定要编制抓因的预算。我们因为知道说，其实台南好几座公园，包含新设的公园，都有发现这个，因为我们南部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常年这个曝晒下，不管是油具比较容易损坏，或是说小朋友在玩的时候，这油具是折腾腾的状况。好，那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龙中公园的这个沙坑这边要特别去注意说，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阴这个面向一定要考量进去。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承诺？可以，我们会注意到它能够尽量是比较凉的地方。遮阴设备即使也不便宜我们所了解大概像假如你这个普通的一些游乐设施有时候反而比普通游乐设施还要贵。遮阴的设备快要比我们的油具还要贵，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必须要去考量。会中议员嘛针对西湾地方地的救生圈老旧，根本一摸就浮起，无救生效果，质疑维护管理单位的疏失，要求改善紧急急救的设备。对此，市长嘛认为需要追究维护的责任，马上改善。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伫岸边码头所订场的迪士尼庆典将为期1个月。根据统计，中秋连假期间，高水温馨的港仔已经创下20万的观光人潮，同时刺激老街甲安平当地经济效益。议员李克伟伫总日巡对肯定市府利用温和自然的美景甲腹地来用心规划，嘛进一步希望市府结合周边5星级酒店的优势，来带动安平夜间的观光，增加效益。每期这个活动办在这个地点这我呢先讲我呢有加侪因素啦像这个就是也是要特别跟市长提到像这个
这吻合主要这个在安平的油气码头嘛像这个运河畔边这个绝佳的美景啊就是个运河，各有这个广大的这个腹地的个步道我那也让游客除了欣赏到巨型最可爱的公仔也散步运河畔这个感受到既可爱又浪漫的一个气氛也希望这个未来这个有相关的这些这个优质不错的活动像这个运河畔这个我们市长可以多加的一个在持续的这个来考虑啦刻意把整个这个地点选择在跟我们的老街它是很方便就可以自由来这样子步行串联的，所以其实市长早上晚上都有去关心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这个人潮，其实他是用步行的方式从老街这边移动到我们的这个设置的这个安平油气码头的一个地点，然后再回去所以对于我们在活动执行前，我们就有跟里长们都有做一个报告也都有做沟通，那也跟店家这边也都有沟通那在执行的时候，其实也发现说，确实老街也因为这样子，它也有所成长了。在安平变观光的同时，议员检讨周边公共便所竟然出现无水的情形。另外，在西林码头木栈平台围栏，嘛因为年久损坏，拢要求尽速改善。同时，进一步要规划好交通接驳加配套，提供游客更较好的旅游品质。但係新聞管制林根采访報道。北門區金毛里大頭有業者申請設立土石風資源對地場，地方因為犯了廢土的污染農地，加上開發過程若烏當地下排鹽暗講，一定會影響作物，引起當地心理自救會持續抗議。對此議員蔡秋蘭總之順徛在地方的河海，無願意抗爭的立場，希望成為政府加民眾的橋梁。雖要求市長按照鹽分改良講的撤銷建造的承諾，一定要兌現，給農民愛心。咱就是講養殖場、飼豬啊，閣一寡堆殖場，這會使講來講，日本式的選區市場啦，市長，我唔是你家凊彩講的市場。若毋是飼雞、飼豬的，無就堆殖場的，有公山的，有客家的，有北門的。市長，我伫遮要互你了解講，咱地方有足儕鄉親，伊要投訴、要抗議、要安怎？所以我要互市長了解，事實因遐是有講的。迄當時本色伫遮。政府的本身你家有拜托市长，只要有乌着讲的，你就要撤销他的执照嘛。那准是，伊本来有带着排盐讲要改良土质，迄确实是排盐讲的话，安尼用迄个物件，可能是会缀着缀歹下骹的排盐讲，影响着土壤的改良，安尼的话，当初是你批准迄个做土资场堆殖场，土资场、土壤堆置场迄个审查可能是无考虑到这点，安尼咱会重新考虑来撤销伊的这个或者允准嘛，但是就讲爱确定是排盐讲，而且是要做土壤改良的，这点前提确定，我的承诺无变。台湾成为大北门区的议员相当感慨，因为除了废土场，也有饲猪、饲鸡仔场，根本将客家将军北门当作畜牧区，遂要求农业、工务等新型建造单位，伫业主提出申请的时，一定要遵照距离客家400公尺规定来办理，唔通随便签准，佮互地方困扰。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
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英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于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为推广归零的优质物产，归零区公所13日在台南大湾北6楼举办原味归仁农特产美食展售会，活动现场邀请10间归零摊商，再来各式美食甲特产。希望会当让消费者买到因的产品。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帮忙宣传，并亲自推荐上优质的归零物产。看到美食，不管是咱的食客，不管咱的米，不管咱的做这归零好的物件我们上次在归仁办了一场美食展结果反应空前的好。那现在把那个美食展从地区从规地方带来到咱的市中心最厉害的大圆柏那我们知道大圆柏其实已经有办过好几场好几个地区，像后壁啦像新营也办过，所以归仁来盐水也办过但是我们更很希望可以让咱的归仁能够被发掘出来归仁区长魏文贵表示，归仁区人文荟萃，物产丰富，这次活动望会当积极对外推广归仁区的农特产甲美食，将归仁在地美食店家介绍给更多人知影。这次是归仁首次咱知影归仁的农产品非常的优良，也相当的有名。除了咱看到吃吃喝喝，看咱归仁的食客以外，咱其实还有侪农产品，包括咱最近咧杀的活水的菱角，咱的菱角跟寒电无共，我们是活水菱角，会使讲做好食，
嘛非常的有名啦吼。那当然也包括我们很多农会的产品，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长隆大学这次合作的咖啡也到场吼。这种种也包括咱外销的长安制面啦吼。这个都在归仁相当的有名，所以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咱的元百哈，能够跟我们合作。原味归仁农特产美食展售会活动日期是9月13、9月17、9月18、9月24以及9月25。现场有规定的食客，还有李亚笋、土豆、火龙果，另外还有长安制面、大人庙 Q 蛋、花生酱、色巧面、米炊粉、古早味油饭、冰品以及金刚食品手作等。市长温特欢迎大家踊跃前往选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2022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咧9月23日到10月29日登场，特别邀请台南出身的音乐家沈玉玲协助策展规划，演出空间泡泡传统，将伫咧台南市第10景点做演出，互喜爱音乐的朋友伫享受的同时，买当感受台南城市的魅力。去年开始，我们举办了第1届台南国际音乐节，今年第2届，都谢谢我们沈老师来担任总监哈。我们今年有很多配合台南市的地景，包括渡槽桥，包括2寮观日出，包括义载金城，包括走马濑农场，这些地方通通都把音乐跟我们的自然美景融合在一起。今年以武强年代为主题，规划3大主题，设计音乐会、讲座等系列活动，包括古典、爵士、现代、音乐剧等无同类型的音乐元素，并且邀请无同国家的音乐团体，让音乐节丰富多元。今年国际音乐节的主题叫做无穷年代哦，就是我们的首场国际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有5个国家6位国际级的声乐家，我们在义载金城办理了一场非常浪漫的一个经典的音乐会。2年多来，其实国际团队很难进到台湾来做演出。那我想这一场应该是这2年在户外最盛大的一场国际的一个音乐会。那所以喜欢国际音乐活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能够错过。台南市作为文化古都，伫足侪文化活动顶悬有足侪成就，也毋过音乐较少人知影。借着台南国际音乐节举办，互大家知影台南嘛有优质的音乐响应。9月23日到9月24日，将伫咧义载金城进行开幕演出，邀请民众会当前往观赏。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高雄炎炎夏日的午后，港湾吹来些许凉风，而此时也渐渐出现亲子人潮。经记者询问后，都是慕名而来看新开幕的中油海洋公园。我们是早就知道，就是一直在等它，从4月份等到现在，期待很久，期待很久很久了。他想要新设施的话，这个设施蛮不错啦，因为高雄很少有这个设施。左营区，怎么会是特别从左营来到前镇这边？网络上看到的，很可爱。对，而且设施很安全。加油，加油！海洋公园就位在高雄软体科技园区的后方，新颖的游乐设施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其中亲子共乐的荡秋千，更是满满排队民众想要体验不一样的互动感觉。这个没有，第一次看过，还不错啊，这个还不错，这还蛮不错的啊，因为高雄市内很少有这么大型、这么多设施可以一起带小孩来玩，而且附近也都很方便，又可以看到海边啊。对啊，弟弟妹妹喜不喜欢？喜欢。符合在地海湾特色的寻宝船造型，小朋友在里面钻来钻去，玩得非常开心。满身大汗下，口渴了就向家长要水喝。午后的太阳虽然减少了些许热度，但也苦了一旁等待的家长。纷纷站在树荫下来躲避炙热的阳光。小孩子还在这里玩，我们还是会跟着他走啊。我是希望我们会今天就是有一个凉体，就是有一个遮阴的地方，这样的话小孩玩的话也不会那么热。因为小孩爬上去的时候，我头都晕了。应该停车的话要停在星光那边啦，因为导航会叫你从复兴路进来。对啊，然后那个木头上好像有一点会割人。
要注意一下。还有那个石头太碎了。目前高雄陆续在各区建置共荣式特色公园，新奇独特的造型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朝圣。而市府单位可能也要详加思考，因应气候关系，在周边是否加盖遮阴的设备，让小孩发泄精力的同时，辛苦的家长们也可以好好的在一旁有休憩的空档及空间。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